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带领咱经过一礼拜。今仔日咱阁来到上帝面头前来敬拜伊，求主甲咱同在，借着这个网顶的这个崇拜，盼望兄弟姊妹，无论你伫本国什么所在，或者是其他的地区，或者其他的国家。你也听到主的信息，用基督的心来托调这个聚会，互咱毋是空空的浪费一段时间，由上帝话语深深的伫咱的心灵内面，去求主来使用咱。感谢主带领咱经过一礼拜，伫这一礼拜当中，上帝用伊家己的带领来支持咱，互咱心中。有迄个平安，互咱内面有主的喜乐。虽然疫情可怕因为伊会夺去人的生命真侪人的生理可能也是受真大的影响，但是神的保守，只要咱忠心的伫主的面头前听上帝，倚靠上帝，有信心，咱这个疫情经过了后，上帝佮祝福咱。我是感觉这个疫情这个病毒是毋是上帝互咱这个机会，安静的伫神的面头前来反省咱家己，反省咱内心对上帝的迄个关系，甲咱对上帝的态度，还是甲人际之间迄款的关系，求咱反省。互咱一个反省的机会，感谢主的恩典，看去主咱兄弟姊妹伫这疫情当中有会得到病现在渐渐的恢复健康，感谢主的恩典，求上帝继续甲因同在，互因灵内面有迄个喜乐的心，互因的内面有迄个信心来倚靠主、信靠主。咱知影上帝永无离开咱，咱信主的人，主甲咱同在。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同在，毋是讲咱伫马太福音讲迄句话，是迄个时阵甲咱同在。对迄个时，古早时一直了到如今的一家基督徒，以马内利，主甲咱同在。无论是伫什么款的环境，什么款的境遇当中。上帝无放杀咱，无离开咱，咱过来三甲阿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来到你的面头前来祈祷，来敬拜你，求上帝甲阮同在，求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来鼓励阮，来帮助阮，来增加阮的信心，互阮心中有主你的平安。阮知影咧环境无法通。互阮交主会听隔绝，无论是刀枪，无论是刀剑，无论是苦难，无论是什么款的情形，拢无法通叫上帝听，甲伊的囝儿来隔绝，除非人家己来离开上帝求主你怜悯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你，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来伫阮的心中来扎根，互阮的灵命得到滋养，互阮的灵性进步，甲主更较亲近。安尼祈祷仰望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青春的力量，将你纯洁热情心灵，忠心为真理打仗。主耶稣已有好榜样。 坚定不惧怕，
将最好的献与他，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青春的力量，穿上救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将你最好的献恩主，你心让主之首位，在侍奉中的主为重，一切献上最宝贵，奉献必从主的赏赐，神将独生子赐下，你有甘心乐意施主，将最好的献与他，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青春的力量，穿上救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将你最好的献恩主，方能配得主眷爱。他将自己做你属家，天上荣耀远离开，他舍生命毫无怨言，救你脱罪把血洒，你要向他献上崇敬，将最好的献与他，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青春的力量，穿上救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能够借着这个网顶来聚会。我记得当我初初信主的时阵啊，第一摆唱这首诗歌的时阵哦，心中哦有讲袂出的亏欠，甲不好意思啊。因为伫唱头一句也阁袂怎样感觉，因为头一句是将你年轻啊，将最好的献互主，是这青春的力量哦来献互主啊。我想到我奉献的时阵是伫年轻的时阵啊，10几岁、20左右迄个时阵，将家己献互主啊。但是愈来愈唱跩歌，感觉到愈来愈亏欠主啊！因为伊后内面所讲的话吼，就是你是毋是尊主基受位啊？献一切最得好的、最得可贵的哈，最可贵的来献互主呢？当咱唱跩歌的时阵，突然一个警醒啊！咱是毋是将最好的献互主啊？将主排伫 No.1， 排伫第一。我记得有一个世界有一个国家吼，的总统向伊的国民啊，叫世界宣布说啊，伊的国家是第一的啊。当有个国家的人听到说啊，因伫这个国家，因的百姓是第一，那么别个人去因的国家是毋是第二、第三？
所以有的人是毋敢去咯，有些咱若去，是毋是互人欺负啊？是毋是行伫路顶互人骗，还是怎样？啊，讲老实的，即个全世界，即个宇宙当中啊，唯一配得第一，互人尊敬的啊，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是伫宇宙当中配得第一的尊敬。独主耶稣基督是最第伟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伊牺牲了家己的生命，为着要拯救咱的灵魂，互咱的灵魂啊，袂到迄个永远受苦的所在去。因为一个人信主耶稣，伊为着咱的罪担当咱一切的重担的时阵，咱来辛苦的接受耶稣伫咱的心内，咱灵魂得救了，哈！伊将咱指到迄个永远的荣耀内面，并且赐予咱永远的生命，甲上帝永远的同在，这是最得荣耀的。所以上帝是达得第一号的尊敬。主耶稣为着咱的生命牺牲了伊家己的生命，是最得伟大的。所以咱这个被拯救的人，咱本来是最罪的路财，应该是永远灭亡的。但是从罪恶当中将咱拯救起来，让咱成做上帝的儿女，何等的光荣，何等的荣耀！所以咱应该，咱无像保罗讲，我无过再是我家己的人，我活着毋是家己，乃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活着。所以咱的生命啊，应该以上帝为优先，将上帝摆伫咱的生命内面啊第一。所以今仔日所要传讲的题目啊，题目就是上帝优先，还是让主伫你的心内居首位啊 ？Give God the first place in your heart。咱的心啊，若是安尼啊，上帝欢喜啊。咱尊重神，上帝也尊重咱。咱听神，神更较听咱。今仔日啊，接到一本先知书啊，哈该啊，伊的作者也是哈该。哈该哦，是旧约圣经哦，有3本册啊，3本啊先知书，小先知啊，就是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甲马拉基书，这3本册啊，被称为毗列以后的先知书啊，被掳之后的先知书啊，就是这3本册都是以色列百姓托外国人巴比伦掠去了后啊，归回的这以色列人那么这百姓呢，拄着困难，拄着问题搁再无按照上帝的假使来行的时阵上帝就借着这个哈该来向因讲话、讲预言。哈该的名字啊，是伫希腊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节期节期意思就是可能这个先知啊，是一个真特别的、真重要的节期当中出世的，伊这个家庭的情形无真详细，连伊的老爸什么名，圣经也无讲，这个哈该啊，是伫主前520年被上帝呼召来向以色列的百姓来讲信息的。伊出世的地点交日期圣经无讲真清楚，所以有一个学者呢推测哈该可能是毗列以前这个犹太毗列以前出世的所以
伊有法人看到咧形容即个犹太诶即个圣殿诶荣美诶时阵，敬拜诶辉煌诶时阵，伊也有法人感受到。那么哈该伊是伫主前520年讲预言诶，迄个时阵已经是75岁，这是因诶推测。那么写这本先知书诶背景就是说因倒来要来在百姓人要来修建上帝诶圣殿诶时阵因无出力，伊延迟了停顿了16年诶时间。因伫这16年诶时间咧创啥？上帝诶迄个圣殿真荒凉咯，但是在百姓却起家己诶厝，将家己诶厝起照顾好势，但是将上帝诶圣殿放落一边，所以上帝责备，上帝责备。经过先知鼓励，讲出因诶毋对，所以因伫上帝面头前反悔，省察因家己诶错误诶所在，无将上帝排伫第一，因错误，难怪因伫即个生活顶面，因诶即个农业，因诶在生活愈来愈艰苦，将上帝无排伫第一会拄着即款诶困难上帝无祝福。所以后来呢，经过因诶反悔，因诶伫神诶面头前认罪悔改，然后继续咧，佮开始重建这个圣殿。经过4年诶时间，就将这个圣殿建好了。所以伊诶背景大概是安尼，上帝借着这个先知哈该来鼓励、来责备百姓，为什么无将上帝排伫第一，反倒注意家己诶厝，然后因被激励了后，恢复到神诶好好，继续来修建神诶圣殿。所以咱今仔分做几点来讲这个信息。这本哈该书只有2章尔定。那头一点呢是讲到上帝来借着这个先知来责备以色列百姓，鼓励因就重建，继续来重建这个圣殿。又讲到迄个日子是伫大利乌王第2年6月1日的时节，上帝借着这个先知来责备以色列百姓，无有将上帝排伫第一，无将上帝摕咧优先的这个趋势内面所以圣经是安尼讲，上帝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囝所罗巴伯，甲这个约瑟达的囝大祭司约书亚，就这两个领袖向因讲话。伊讲万军之耶和华安尼讲，这百姓在百姓向在百姓讲话，说在百姓咧讲啥物？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阵也未来到。百姓人讲，家己找理由说建造神的殿的时间也未来到，所以阮无建，无继续建落去，也是延迟。第3节讲，迄个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讲，伊说这个殿仍然是荒凉，真荒凉。荒凉的意思是啥物？厝未起了，放伫遐。我有时看到走去外面有看到人咧起厝起无了，起一半，内面真侪水，有真侪鸟，有螺蛆走来走去厝结破老雨，荒凉内面声结吵，
百姓将上帝的圣殿无间起完整，放咧遐真荒凉啊！但是上帝讲是恁跩百姓家己抑阁徛伫种天花板的厝内嘛。现在万军耶和华安尼讲，恁着省察家己的行为。上帝叫因着省察家己的行为啊！为什么恁会安尼呢？将上帝的殿放荒凉，但是家己徛的厝，去了咯。所以恁夜精真多，但收成的却是真少。恁有通食，但是食袂饱；恁有通啉，却啉袂不足，无够额。恁有衫裤通穿，但是穿袂烧。恁得到工钱、趁钱，却跩钱放伫这个老空的地内面流失去。意思就是恁的努力变做空啊！恁伫田啊、田地内面的种作也是无够用。为什么呢？上帝责备，上帝无祝福。当人将上帝放伫一边，无摕伫第一个时阵，将上帝忽略了，无尊敬上帝，那么咱一生的努力就是空。第二节讲一些跩百姓要建造，讲一些建造耶和华的时间也未够。因是家己找理由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第一批对外国巴比伦的迄个，这是向个咯，别个朝代咯，是波斯来管咯，已经经过另外一个朝代咯。在第一批归回的跩百姓已经倒来了19年咯，圣殿圣殿奠基已经经过了18年咯，但是也阁未起完成。虽然会拄着真侪款的困难问题，叫敌人的破坏乱做，百姓以为说重建圣殿的时阵也未够咧，所以有真侪乱做就未成啊，毋是神的时间啊，这是为家己找理由啊。跩百姓以为圣殿重建应该是耶路撒冷批恢开始算起586年算起主前586年算起，算到70年后就是516，主后516迄个时阵才开始建殿。因的算法是安尼，但是上帝的旨意毋是安尼。上帝是提醒因，万军之耶和华讲，人一切的困难问题伫万军之耶和华的目睭当中跩拢毋是问题。恁建殿的时阵，拄着有乱做有敌人来破坏，上帝要解决真紧，但是着先解决恁的内心甲上帝的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跩百姓本来是互人掠去外国啦，经过70年了后迄个国王为什么会让恁跩百姓倒来呢？我倒来这个犹太呢？咱是上帝的大能力，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能力来促成恁跩百姓倒去。人的力量有法无？无可能。第二，当时耶路撒冷被破坏，圣殿被破坏，圣殿内面的遐物件遐宝贵的物件，金银遐器具，来敬拜的器具，被夺去，互人抢去外国，
但是这个国王文尊因倒去耶路撒冷了后，恁在圣殿内面的怀宝贝啊，怀来金器银器，会使咧带倒来。这件是上帝的带领促成的吗？恁以为毋是时间，但是上帝万军之耶和华上帝，这个法律，这个感动因，迄个王啊就文尊说：哦，恁会使咧倒去咯。怀物件掠去，本来是掠去怀物圣殿的物件，怀真贵重的物件，用咧摕去别咪洋咧摕去别咪路用，但是迄原件都带倒来，完璧归赵啊！所以哦，恁认为困难的哦，伫上帝毋是困难的，困难的是出在恁做百姓问题。百姓什么问题啊？因讲恁哦，将上帝的圣殿啊荒废荒凉去，但是恁家己徛这个天花板的厝，这个天花板哦，毋是说袂使咧徛，天花板因哦是全心全意。将家己的厝起好，天花板刻落安落去的时阵，意思说这厝完成了。但是你家己的厝完成了，伫内面咧享受了，但是却将上帝的圣殿忘记了，忘了，变做荒凉去了。所以百姓将生活中哦，将因在优先啊。比上帝看较重要，毋是将 priority 摕伫上帝身顶，乃是将家己摕伫身顶。人如果将这个人交上帝的关系啊，来优先的次序颠倒，可能在百姓在人的心灵内面啊，在灵命。发生危机了，危险了，因为属灵的生命出了问题了。万军之耶和华安尼讲，恁啊，要省察家己的行为，要解决恁的错误，恁要回想，恁要省察恁家己。省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检查家己的内心咯。检查家己内边有啥物出问题，有啥物毋对的所在咯。上帝要以耶稣这以色列百姓反省因的心，真重要啊！上帝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改变人的心啊，改造人心啊。这个看见的物件会处吼，毋是最最重要的。人的心会改造重建。这是最最重要的。上帝看重人心的重建，所以将人的内心改变了，环境就会改变，生活就会改变，道德就会改变。所以在以色列百姓将家己放伫第一位 ，priority， 将神放伫次要的。还是无重要的位置。当人体贴咱家己的时阵，家己的肉体的时阵，目睭只看见这个世界的物质甲外表的物件的时阵，人内面的黑暗就开始了，心灵的黑暗就会开始了。人会想到真侪理由来提示家己，为什么要行这条无顺服的道路？给家己找理由，将神的旨意放伫一边，偷生解决家己因生活的需要。结果呢，什么拢无得到好处。为什么呢？因将家己摆伫第一，所以因关心因家己的工作。因真温群的做工、努力拍拼，但是
到最后抑阁是空空的。我记得有一个生理人吼，来到遮做生理，外国做生理，经过了10年的时间咯。伊说我这10年内面吼，辛苦流汗，了我真侪钱啊，投资真侪钱哦，努力，但是10年了后，我就空手会倒去，无趁到钱，一切流汗，损失的金钱吼，无趁啥物，空空的倒去。为什么呢？伫属灵顶面啊，圣经讲，伊说恁有通食，但是你食袂饱，因为恁离弃了耶和华上帝，毋听从伊的命令，问题就出伫遮。真侪时阵啊，劳苦了一辈子仍然是空空的。圣经佫讲，伊说恁夜精，但是无法通收割，恁栽橄榄，却无法通榨油，得袂着油；恁呢栽葡萄，却无法通无酒通啉。为什么呢？就是恁的劳苦是多年呢。耶和华上帝啊！你叫在百姓要省察因家己，着问家己的内心甲伊的行为，恁为什么伫什么所在出了问题呢？恁为什么夜精真多却修行无修行啊？恁为什么有通食，但是食袂饱呢？为什么有通啉，但是啉不足呢？为什么恁有衫通穿，但穿袂烧呢？为什么恁得到工钱，趁钱真多，但是恁的地是落空的呢？结果呢，落塞咯。真侪人是安尼啊。为什么呢？你着反省。上帝讲这话是警告人。人若无遵守上帝的旨意，无将上帝摆伫优先的权、优先的地位，无将上帝放伫生命的基首位 ，God priority， 人最后就是一场空，亲像竹篮咧呛水，空空。歌罗西书第1章第8节讲，叫咱着尊耶和华还是将耶稣基督来基首位。圣经讲，伊说主，伊是教会全体之首，也是元师，又阁是开首先对时来复活的，互伊可以伫万事上基首位。耶稣基督伫教会伫人的心内基首位。咱呢，是毋是让主耶稣伫咱的生命中基首位呢？家庭重要，工作也重要，但是上帝，你将上帝摆伫什么位置呢？伊叫咱解决错误的方法真简单。头一项就讲是着省察恁家己的行为。省察是啥物啊？就是问家己啦。你创安尼对无？你做安尼对无？你做安尼对无？若毋对，就改变咯；若毋对，就悔改咯。认罪悔改，上帝挖苦上帝，挖苦家己，可能是一场空，完全挖苦上帝，全心全意信靠伊，仰赖伊，毋通仰赖家己的聪明，这是圣经的话。所以，伊2节第5节到第7节连2摆警告百姓，
如果若要解决恁的错误观念或者问题啊，要反省家己的行为，甲对上帝的态度，连连2摆，第5节到第7节，叫咱要反省家己的行为。上帝甲因讲啊，恁起圣殿停工的遮日子啊，上帝的话无甲恁讲话，上帝的话无伫因当中，为着是要互因啊，伫遮停工的日子内面啊，经历了一寡困难，因会缺乏，反省因生活当中缺乏的原因是啥物？因为啥物咧缺欠？是毋是因无信心，还是无完全的信靠上帝带领了？无有将神放伫优先的地位，无有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无有看清人这个心灵的建造比物质的建造搁较重要。所以咱今仔日啊，会信徒，咱规日为着家己的代志奔波忙碌，将家己的需要放伫第一，将上帝放伫一边。结果是啥物呢？结果就是恁的盼望要得真多，但是却是真少。恁盼望得钱财物质，要将遮收入伫你的家中，互恁家中真富裕，真侪钱财。上帝讲说，我就将遮分去吹去，吹去就是分去，就是土方吹去，无咯。我看到真侪即款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无允准伊的百姓咱的心思意念长久伫停留伫这个世界顶，伫这个地顶的代志。若是安尼呢，伤过注重在世界顶的代志，上帝会兴起一家环境的问题，为着是要来管教伊的百姓。咱是毋是想到，这3年来、2年归来2020、2020年到2022这2年外来，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拄着遮大的问题呢？顶摆若是有啥物疫情一个国家、2个国家拄着，而且伊的时间真短。为什么这个时阵，这个疫情遮厉害？世界最得强的国家是最得得病的人最得做，死的人是最得做。全世界的人皆有得病，是毋是上帝有一个信息，互咱去回想，互咱全世界的人类回想咱的生命是真脆弱的。咱人伫世界的时间是真短，咱人若无倚靠上帝，无信靠上帝，咱的灵魂要去倒落。有想过这点无？现在真侪人做生理，逐个国家拢有伊的生理，东南西北皆有伊的生理。东南西北迄出名的国家，皆有伊的家山、伊的地山。但是伫几秒钟当中，着无咯，这疫情无咯，伊的生命就无去咯。有一个小巴的人，伊着 COVID， 去早起病厝要伊的是半路就死去了。为什么呢？人真脆弱，人的生命无掌握伫咱的手中，伫上帝手内。咱人若离开了世间，有想过咱灵魂要去倒落？上帝互咱有机会来想到遮。当咱破病伫厝内，还是伫医院内面，伫咧休息咧医疗时阵，咱的头脑也搁咧动荡，咱心内也搁咧想，是毋想着遮？
你是毋是还佫想着啊？我要佫伫啥物国家趁偌济钱？你有生命通去趁钱，但是你有生命通去用遮钱啊无啊？人无法通讲。所以上帝啊，圣经安尼讲啊，说人若毋是耶和华建造房厝，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枉然劳力就是出功力。神要咱啊反省，因为你的财物伫倒落，你的财宝伫倒落，你的心嘛伫倒落。当咱的心伫财宝咧，咱的心定定伫遐注意怀，将上帝的代志袂记咧，将咱的生命、灵魂的归属袂记咧。所以咱要深深的省察咱家己的行为，深深的省察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你是毋是辛苦上帝？所以上帝借着这个先知来勉励、来责备伊的百姓，就赶紧继续来修建圣殿。恁着悔改，知影恁的罪伫倒落。好，恁着去山顶取财物，做在木材，建造一个殿，我就会喜乐。而且会得到荣耀，这是耶和华讲的。恁着继续建造，我才会欢喜。若无悔改哦，是真严重的。人若无悔改，伊会错误的时阵，圣经怎样讲呢？伊说物质财物缺乏。第二项，天无降甘露，对袂出山这个土山。袂出土山，无修行咯，就会去饿死咯，就少食咯。百姓对下界的反应是啥物啊？圣经讲，因就认罪悔改，伊就存对耶和华存敬畏的心。敬畏的心就是尊敬上帝的假使，听伊的嘴，顺服伊的嘴，就是敬畏上帝。那么神的反应是啥物呢？神的反应是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伊对百姓所讲的话。耶和华讲这个先知向百姓讲，耶和华讲，我要甲恁同在。哇，非常的宝贵啊！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大有能力，大有智慧，大有权柄的，伊要甲咱同在。若有上帝甲咱同在，耶和华甲咱同在，咱还阁惊啥物？阁较大的困难，拢伫上帝拢有法通解决。你还惊啥物？上帝袂离开咱，伊袂放杀咱，因为伊也是咱的救赎主，伊也是咱的天父。天父惊伊的，听伊的行哩。所以这是结果呢？上帝一个感动的时阵啊，激动圣经上好，激动成长，激动祭司，激动百姓的心啊！所以大家同心合意出力建造圣殿。因停工16年，但是伫4年内面将圣殿完成了，完工了。主呀！耶和华何等的伟大！感谢主，所以这个结束就是当以色列人百姓认罪悔改的时阵，上帝就因将上帝放伫生命的第一位的时阵因也顺服上帝的旨意，上帝就搁再祝福因，祝福因做百姓。第二，当神激动百姓的时阵，百姓人在合作同心，把这个丰隆的圣殿重建起来，荣耀上帝。所以也是上帝的灵伫咧
毋是靠着家己的智慧才能，乃是靠着上帝的灵，才有法通成事。第三，咱现在伫即个疫情当中有困难、生命拄着威胁的时阵，上帝互咱一个机会反省，反省咱的生命，反省咱甲上帝的关系，反省咱服侍主的关系的情形，反省咱灵魂、咱的生命死了后，咱灵魂要到什么所在去？反省咱家己的行为，反省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的态度是怎样？当咱搁活到上帝面头前，向伊认罪悔改，归向神的时阵，上帝的祝福，搁再一摆会临到咱。这是上帝借着先知哈该，互当时的信息，也是互咱今仔日世界的信息，互咱教会的信息，得反省、认罪、归向神，将神摆伫第一。咱下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多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你对以色列百姓，你的仆人哈该向你在以色列的百姓所讲的信息，叫因着反省因的生命，伫上帝面头前认罪悔改，顺服上帝的假使，上帝的旨意，归回交神密切的关系的时阵，人就会忠心来服侍你，来听你。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预备的，是目睭袂捌看见，耳孔袂捌听到，人的心袂捌想到的，上帝的祝福要临到怀听伊的人、顺服伊的人的身上。但愿这信息深深的刻掉伫众兄弟姊妹心中。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感谢主。